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全新嘅系列《封神人物志》。喺呢一度，每一個名都係一段撕裂同重生嘅傳奇。可以想象一下，一個細路由出世就被視為妖孽，3歲佢打殺咗欺壓百姓嘅龍王三太子，但係就被逼挖腸剔骨，自盡於父母面前。死咗之後，佢嘅魂魄被親生父親鎮壓，不得超生。呢一個擁有中國神話史上最慘烈嘅童年、最決絕反叛精神嘅僆仔，就係哪吒。今日我哋唔講佢後嚟點樣神通廣大，淨係聚焦喺佢成神之前嗰一段充滿血淚同抗爭、屬於人嘅悲劇。佢點解要做出剔骨還父呢一個驚世駭俗嘅舉動呢？呢一個背後究竟係人性嘅扭曲，定係一場對父權同命運嘅終極控訴？今日我哋就嚟到《封神演義》嘅字裏行間，揭開呢一場父子悲劇嘅序幕，睇下佢點樣由靈珠轉世，一步步走向剔骨還父嘅悲壯結局。特別說明，《封神人物志》裏邊講述嘅故事，主要依據明代嘅神魔小說《封神演義》嘅版本，而唔係電影或者電視裏邊嘅版本啊！哈。哪吒本嚟係乾元山金光洞嘅鎮洞之寶，一粒靈珠子嘅轉世，奉玉虛宮元始天尊嘅法則，降生到陳塘關總兵李靖嘅屋企，成為佢嘅第3個仔。但係佢嘅出生方式非常驚世駭俗。李夫人懷胎3年零6個月，竟然生咗一個滑捋捋、自己喺度旋轉嘅玉球。李靖見到嚇一嚇，認為喂，不祥妖孽，掹起把劍就想劈落去。好啦，一劈落去，個玉球分開咗，裏邊跳出一個通體都係紅光嘅靚仔，手套金額，腹圍紅綾。雖然李靖呢個心有啲不安，咁但係見到佢，咦，真係一個人嚟嘅，始終都係自己骨肉啊，就留佢一條命，改個名叫哪吒。由呢一刻開始，父親視我為不祥嘅呢一個烙印，就深深刻咗喺佢嘅命運裏面。哪吒7歲嗰一年，因為天口太熱，自己一個人去到九灣河沖涼，解低嗰條混天翎喺個水度仰下仰下。點知道呢一條混天翎係一個威力無窮嘅法寶啊！佢咁樣法，搞到個東海龍宮地動山搖。龍王派咗巡海嘅夜叉李艮上嚟摸望。阿李艮態度好串噶，同阿哪吒一言不合咧就打起上嚟啦，就俾哪吒用乾坤圈一嘢打死咗。之後咧，龍王三太子敖丙嚟到興師問罪，同樣都係靴咁大個鼻，埋嚟就喐手啦。哪吒年少氣盛，攞住個混天翎綁住敖丙，一個乾坤圈哼落去，掛咗，仲抽咗佢嘅龍筋，心諗咦，聽講龍筋好堅韌嘅喎，抽咗佢俾阿老豆去束甲先。佢闖下咗一個彌天大禍，但係內心仍然存住一絲對父親嘅如母之情。東海龍王敖光得知自己個仔慘死咗，悲痛欲絕，化身成為白衣獸士，直接闖入去李靖嘅屋企嗰度問罪。當李靖確認咗係哪吒做嘅時候咧，嚇到黐咗線，對龍王百般賠罪，口裏邊就稱龍王為賢帝。賢帝啊，對唔住啊，賢帝，仲揾嚟啊哪吒咧，嚴厲咁質問佢。哪吒就好天真咁答：爹爹，唔知呢條龍筋夠唔夠實咧？可唔可以俾你束甲嘅咧？李靖嘅回應係絕望同怒吼。喺龍王嘅絕對權勢面前，呢一位陳塘關嘅總兵選擇嘅唔係保護個仔，而係屈服。佢係咁鬧啊哪吒，就話：我李靖求道未成，點知生咗你呢個咁嘅仔，惹嚟滅門之禍。喺呢個時候，哪吒嘅老母啊甄氏喺邊度呢？原文裏邊話，甄夫人聞聲趕到嚟，首先就係喊啦，同李靖嘅純粹恐懼同憤怒係唔同嘅。佢第一個反應係作為一個母親嘅心痛，佢喊住同哪吒講：我陀咗你3年零6個月，唔知受咗幾多苦，點知你係滅門絕戶嘅禍根。
呢句說話充滿咗悲劇性嘅矛盾，既有母愛，又有對現實嘅恐懼同埋埋怨。佢係愛個仔嘅，但係都知道阿仔呢一次舐嘅嘢係足以毀滅整個家族嘅。四海龍王齊聚陳塘關，興風作浪，水淹城關，電閃雷鳴，揚言要上奏天庭，將李靖夫婦問罪。喺全城百姓嘅哭喊同父母嘅驚慌之中，呢一個7歲嘅僆仔徹底明白咗佢唯一嘅出路。佢對自己嘅老豆老母講：爹爹、娘親，孩兒今日就將呢個血肉之軀還返俾你哋，我唔會連累你哋㗎。之後又對龍王話：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今日剖腹挖腸剔骨，散晒3魂7魄，一命抵一命，你可唔可以放過我父母同埋陳塘關嘅百姓啊？龍王聽到哪吒咁樣講，就應承咗。喺呢一個時候，甄夫人心如刀割，一手抱住哪吒，係咁喊：阿仔啊，阿仔！都未講完就暈低咗啦。佢作為阿媽，冇辦法承受呢一個骨肉分離之痛，但係企喺一邊，雖然都有喊嗰2滴眼淚，但係並未阻止嘅李靖就同佢形成鮮明嘅對比。而哪吒為咗唔令個阿媽更加痛苦，亦都為咗履行自己嘅承諾，佢就將暈咗嘅阿媽擺埋一邊，右手提劍，先割去左臂上面嘅一塊肉，然後親自剖腹挖腸剔骨，當場死咗。四海龍王先至退落去。剔骨還父呢一個極具反抗精神嘅情節呢，被認為係《封神演義》嘅作者一個天才嘅藝術創作。佢令到哪吒由一個佛教護法神徹底轉變成一個充滿悲劇色彩同反叛精神嘅中國式英雄。哪吒死咗之後呢，個魂魄就飄咗去乾元山，求師傅太乙真人相助。咁真人指點佢，叫佢報夢俾個阿媽喺翠屏山修建一座行宮，受人間香火3年，就可以重塑肉身。甄夫人自哪吒死咗之後，日夜思念，非常悲痛。接到哪吒嘅報夢之後呢，醒翻唔敢話俾自己嘅老公李靖知道，只能夠暗中命心腹家人帶埋啲錢去翠屏山嗰度破土動工，靜雞雞幫哪吒呢就建造咗個行宮。建成之後，哪吒顯靈，四方百姓都哇好靚啊咁，香火非常鼎盛。甄夫人自己呢都成日去暗中拜祭嘅，以為一個思念之苦啦。咁呢個講明咗甄夫人係哪吒死咗之後唯一嘅溫情同寄託。佢冒住被李靖發現嘅風險，為個仔爭取一線嘅生機。當然紙係包唔住火㗎。李靖喺出征歸來嘅途中，得知到呢一件事，非但冇一絲嘅憐憫，反而嬲到震，就鬧佢竟然仲想受香火。跟住仲親自帶兵衝咗去行宮，指住哪吒個金身大鬧：畜生！個仔最後嘅生機。太乙真人見到李靖咁絕情，就用蓮藕作骨學為衣，施展無上嘅法力，為哪吒再做咗一個更加強大嘅蓮花化身。重生之後嘅哪吒呢，得到師傅太乙真人贈俾佢嘅火尖槍同風火二輪，神通更勝之前。佢諗起翠屏山金身被毀之恨，心裏面怒火難平，拜謝個師傅就腳踏風火輪，手提火尖槍，衝去揾自己嘅老豆報仇啦。哪吒直接殺到去陳塘關帥府面前，大聲嗌：李靖，出嚟見我！李靖一聽到，望一望，竟然係死咗嘅哪吒，殺氣咁盛嘅，跟住就問：你呢個死仔包，既已生死，點解又嚟糾纏啊？哪吒呢就鬧啦：李靖，我骨肉已經還翻俾你，同你恩斷義絕噶啦，點解你仲要打我金身，燒我行宮，令我魂魄無所歸依？今日我一定要報呢個仇，方能夠消我心頭之恨啊！跟住咧，拎住個火尖槍就衝過去啦。李靖就揮劍相迎啦，
但係佢邊度係哪吒嘅對手啊？過咗幾招，李靖就處於下風，只能夠掉頭就走，狼狽咁走佬。李靖慌不擇路，逃咗去九宮山，想請個大仔金吒幫手。點知哪吒嘅風火輪快如閃電，唰一聲就追咗上嚟。眼見李靖就要命喪火尖槍之下，就喺呢個時候，半空之中有人作歌而來，嚟嘅正係文殊廣法天尊，身邊嘅童子就係金吒。金吒奉師命攔住哪吒嘅去路。咁當時咧，哪吒係嬲到爆噶嘛，理得你邊個嚟啊？咁就同阿金吒一齊打起上嚟啦。文殊廣法天尊見哪吒如此狂傲，就祭出法寶遁龍中，又名七寶金蓮。呢一個法寶一落地，瞬間就長出3個金環，一個套喺哪吒條頸，2個套喺雙腳上邊，將佢緊緊咁綁喺條柱上邊，喐都喐唔到。金吒就趁機攞咗哪吒嘅乾坤圈，呢一個係哪吒重生之後嘅第一次受挫，被強行鎮壓，亦都預示住敲到呢一座無形嘅大山開始向佢壓過去啦。文殊廣法天尊教訓咗哪吒一輪之後，就放佢走啦，亦都叫阿李靖自行離開。咁李靖當下心定一定嘅，點知行到半路，哪吒竟然虛而復返。風火輪嘅聲音再次響起，原來因為哪吒心裏面嘅怨恨難平，根本就冇走遠，計定阿李靖嘅方向就再次追殺過嚟，嚇到李靖咧魂飛魄散，諗住今次實死冇生啦。就喺呢一個千鈞一髮之際，山坡上面出現咗一位道童，大叫：山下來嘅可是李靖？李靖就哇係啊，喂我啊救命啊，咁啊求救啦。咁道童咧就叫佢匿喺自己嘅身後面，面對追嚟嘅哪吒，道童就話唔好喐，貧道在此。咁哪吒梗係問佢：你阻我做乜嘢？點解要阻我？道童就話：你既係李靖之子，師父亦倫，天理難容啊！哪吒最憎咧就係父子呢兩隻字啊，好鬼嬲啊！就話我早已將血肉還翻俾佢噶啦，與佢何干？跟住就舉槍刺向呢個道童，點知呢個道童咧，哇，法力高深，喺手袖裏邊咧就拎咗一件寶物，望空一掉，竟然係一座玲瓏金塔。呢一個塔一落下，將哪吒罩咗喺裏面。道童用手一指，塔裏邊就即刻有熊熊烈火，將哪吒燒到大叫救命。喺呢個時候，道童先至現出真身。原來佢係靈鷲山圓覺洞嘅燃燈道人，佢將金塔傳俾李靖，傳埋個口訣俾佢，就話：你且跪下，我以此塔授你，如哪吒不服，你就祭起此塔燒佢，佢就自然服噶啦。呢一個係最關鍵嘅一步，用咗絕對嘅暴力強行扭轉一段倫理關係。當哪吒喺塔裏邊出嚟，依舊都唔服氣，仲諗住報仇嘅時候，李靖就祭起黃金塔。哪吒一見到啲火光，就即刻被震懾咗，深入骨髓嘅恐懼令到佢唔可以唔低頭。燃燈道人就對哪吒講：哪吒，如今你父親有黃金塔喺手，你就認咗佢啦。如果你唔聽佢話，就燒到你形神俱滅。喺呢一個赤裸裸嘅武力威脅底下，哪吒先至被逼跪低，夾硬嘅咬實牙根咁擠咗一句：父親。呢一場不死不休嘅父子仇殺，最終以一件法寶暴力鎮壓咗，達成咗表面而脆弱嘅和解啦。咁李靖就變咗托塔天王啦，托住個塔啊嘛。咁而嗰尊塔咧，亦都成為咗父子關係之中一個永恆嘅鎮壓同恐怖嘅象徵。所以哪吒嘅故事喺《封神演義》裏面咧，核心係一場父不與子難全嘅悲劇。李靖作為父親，係冇俾過哪吒嘅一啲信任同庇護，只係有懷疑、恐懼同埋最後嘅毀滅。哪吒嘅叛逆係對呢一種壓迫嘅父權最極端嘅反抗，佢用歸還血肉嘅方式宣告咗自己人格嘅獨立，
佢嘅形象之所以能夠穿越幾百年，仍然能夠震撼我哋，就係因為佢代表咗每一個被權威誤解、壓抑嘅個體內心深處嗰一道最決絕嘅吶喊。得意嘅係咧，喺更加早嘅佛教故事裏面咧，哪吒係一位威嚴嘅護法神，係冇呢啲咁悲慘、咁戲劇性嘅童年經歷嘅。咁佢由一個外來嘅神子演變成我哋今日熟悉嘅悲情英雄。哪吒嘅形象變遷本身就係一個精彩嘅文化融合史。根據《封神演義》還原嘅哪吒嘅童年，就為大家講述到呢度。我又想問下大家，喺了解到原著嘅故事之後，你係更加同情哪吒嘅遭遇啊，定係還是能夠理解作為父親李靖嘅處境呢？剔骨還父呢一種極致嘅反抗，喺你睇嚟係勇敢、係痛心定係無奈？歡迎你喺留言嗰度話俾我聽你嘅見解。下一集我哋將會講述另一個人氣巨星，佢師出名門，擁有第3隻天眼。佢冷靜強大，近乎完美，但係喺家族嘅秘密同天道使命之間，曾經經歷過不為人知嘅內心掙扎。佢就係清源妙道真君楊戩。神魔史詩，人性交鋒。中意今集嘅內容，訂閱我哋嘅 channel。我哋封神人物志第2集再見，拜拜。